大家好，金一哥大家係咪覺得好奇怪？我參問呀，做直播或者到今日條聲拍或者視頻都要，我係咪今日開始還原見嘅啦事實嘅真相呢？我做乜嘅一直以來主持唔去還原嘅條事實嘅條真相呢？嗱，我都講一講，我做乜嘅時候要銀行一陣人生變化。事實我從2024年11月到今年2025年4月份之前，我喺度目的主要都係想攞咗條屋咯，唔想教人睇嘅事情當時我最早期我安排布置去眼嘅條棋曲都曉嘅，我都同吉行村有啲人了解到。了解下幾時經嘅 Q 該失派去危場門叫見嘅行村村莊，不要行要冇保護傘，如果冇老闆就不要自撐點咯。又咪都我每一條朋友都攞嚟講，叫咩項目都做唔成都冇保護傘。當時我都一重建嘅啲人員呢都去管咧屋嗰條問題嘅，但呢在我一路。在一個調書一個過程當中我發現去調查到，村莊不曉，要後旁太一個保護傘同埋要老闆就不曉扭結咗層油，有冇危一切要雙人人會追查到件事件嘅最後，我已經鎖天去，村莊就不曉一老闆係冷嘅。見過我播放一條打探同埋了解之後，我發覺一個雙人嘅家畜要成人，同嘅鄉村村莊要建密聯繫，要建密聯繫，要多種嘅土地買賣到涉及到嘅雙方炒作，所以講我係因為一個人而鎖天去嘅，不曉一剝曉一老闆。有冇我一切了解追查一件事，我都發覺到村莊不曉嘅一個黑幫人，一家畜，一個大老闆，在趕難戰有幾條回到做去好多唔驚嘅講到事情，有冇我聽完之後嘅喺度過程之後嘅，我即刻都跑進去隻心態度喺裏面講。我唔想再變一種雙人，因為世上有兩個錢，操控佢嘅環境，別害一種平民百姓，還要好多改刀會一條賠償有人落去㗎，還要別害一個幾包人條數人，好多人在生活上遇到呢一種別害都要結。為咗生活，為咗工作，為咗寫樓在讀書嘅撥的撥，向一條雙人，向一條保護傘妥協。但呢個危正呢個一切追查落嚟，主要危跌到個態度同時，危正呢看唔過眼，所以危目標都轉移去，唔係灌木為主，而係打擊嘅特腐敗集團。目標已經轉移去。打擊嘅腐敗出台，所以講危警員下班人，大家可能感覺到危主力好像就打探嘅機包嘅，好像唔係留在處理屋嗰條東西嘅，所以大家喺撐上去銀行一條感覺即呢個多管閒事唔係灌木去灌貪污咧，咪兩邊多管閒事，超係點會危在銀道一條受害人攤到銀道一條個案。我真呢個，我真係我聽到我心口酸，我因為我眼嘅條命線咧比較硬，比較硬，所以我想親眼自己練力，我想去硬碰硬，看下究竟有乜結果。還有當幹一條意見都想推崇，想唔做。做生意一條放風出來，要想向鬼佬交田，係唔明有一種人因為真呢個出現，
中間也種人，而領導也種人產生也種思維嘅危唔啲。但係也種人即基本嘅說法係換唔到真呢個對也種人嘅同情，該追究追究，該捉一捉，放出嚟再捉也愛捉，啊！所以捱真呢個出嘅啦，再重新一出，木捱也愛落，淡捱也愛打。該犯法、該舉報、該賴了，真呢個要責唔放過，一樣嘅企出嘅單，最後也從呢邊趕難戰咧，就市民看清楚，真呢個一隻大戲到嚟，好多謝。